身體有殘障，可能連踏出家門都有困難，但係行動不便唔代表佢哋唔想接觸社會、參與戶外活動。好彩有唔少有心人努力為殘障人士研發各種輔助工具，希望幫到佢哋更加容易融入社會。行路、拎嘢、坐低，聽落簡單嘅動作，但係對於一啲特殊學校嘅小朋友嚟講，要做到就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我睇唔到啊！今年讀緊6年班嘅日謙，講嘢係就係有啲老氣橫秋，但係佢為人樂觀，受到唔少同學嘅愛戴。咁踩到地下之後呢，你自己呢就隻腳要開始配合嗰部機呢一齊出力㗎咯噃。自從謙仔參加咗學校嘅外骨骼機械人試驗計劃之後，喺復康路上可以話係行出咗一大步。Hello， 阿謙你好，見你做緊訓練，我個感覺點啊？覺得？其實都冇㗎，咪當平時訓練咁樣。係因為要幫住你行啊嘛，只需要你習慣咗，你就唔會得怪㗎。咁你覺得而家學校咧引入咗呢一啲機械人俾你哋去練習啊？做一啲復康訓練咧，你自己覺得點啊？鍾唔鍾意啊？如果你話訓練嚟講，又真係呢部機 OK 嘅。外骨骼機械人係一種嶄新嘅康復儀器，透過多種訓練模式輔助，並為較弱嘅下肢提供額外支撐，幫助學生站立、改善步姿以及增加步行穩定性。但係依家咧，阿日謙咧佢練習咗之後咧，可以用電動輪椅去出入啦，亦都可以用個機械腳去練習行路。咁都見到佢咧嘅自信咧係提升咗啦，同埋佢嘅可以自己話事去邊度就去邊度，咁佢都多咗嘅自己嘅主見嘅。而家呢個技術嘅發展已經非常成熟㗎啦，主要應用喺中風、脊髓及腦損傷，又或者係因為肌肉萎縮而影響到行動能力嘅病人。日謙就讀嘅學校係全港首間引入外骨骼嘅肢體傷殘兒童學校，而家全校大約有10幾位學生接受訓練。始終佢哋以前係冇乜機會行過，咁簡單到去到一啲步姿啦，或者係其實佢哋提腿啊呢啲嘢咧，對佢嚟講都係要重新學習咯。咁加上啦，你始終孭住一個骨骼都有啲重量啦。咁我哋一般咧喺學校咁樣練咧，如果係重型嗰隻咧，大概30分鐘到，其實個學生就會開始覺得攰咯。咁但係個好處咧就係發現咧，佢原來甩咗外骨骼之後咧，佢自己提腿啊，或者自己想嘗試行嗰個能力咧，係會提高咗。咁其實呢一個即係可能科技啦，喺對於一班肢體殘障嘅學童嚟講咧，會唔會話係都幫到佢哋日常生活，又或者係復康路上會唔會都有好大嘅幫忙？哦，當然有啦，即係我哋好簡單嚟講，佢用開輪椅嘅，其實佢個視線範圍咧，其實就係得一個比較嘅高度咯。咁你用咗個骨骼或者用咗企立式嘅輪椅，其實佢已經係望嘅嘢會唔同。佢可能喺屋企可以能開到衣櫃，已經係拎到件衫；喺雪櫃拎罐汽水都拎到，拎支雪糕都拎到。咁所以係真係對佢嚟講係有好大嘅差異咯。有咗呢個外骨骼機械人嘅康復儀器，都睇到下肢比較弱嘅學生改善到情況喎。下一節我哋再深入了解下，轉頭翻嚟繼續一線搜查。位於新界東北部同深圳邊境接壤嘅沙頭角，曾經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神秘景地，非當地居民必須持有邊境禁區通行證先至可以進出。自2022年6月開始，小鎮逐步對外開放，喺2024年嘅1月實施第2階段嘅開放。而家只要申請禁區證就可以前往沙頭角啦。政府致力推廣共融社會，唔少機構都響應參與，引入新科技，為肢體殘障嘅兒童帶嚟曙光。透過外骨骼裝置，希望幫到更加多嘅學童勇敢踏出第一步。你覺得點樣幫到你呢？拉筋，拉筋，咁會唔會令到你活動好咗啊？會。
係咪可以容易俾你行到啊，或者可以自己喐多啲啊？係。中唔中意咧？中意。平時做嗰個機嘅訓練啊，辛唔辛苦，攰唔攰啊？唔攰。唔攰啊？個訓練大約係點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首先嗰個機械要綁住隻腳，之後咧佢會自動幫我哋伸直。咁係咪咁樣幫你訓練咧，就會令到你隻腳嘅嗰個力量會好啲咧？係。咁因為我知道你都中意做運動㗎喎，係咪啊？中意做咩運動啊？羽毛球、足球。咁用咗嗰個機訓練，令到隻腳仔有力啲之後，會唔會都令你喺運動嗰度做得好啲咧？會。幫我一左一右啊！嗱，你幫我扶呢邊，高少少，係啦，高少少，冇問題係咪？冇問題。咁樣咧，而家幫緊你咧8成力，你自己咧都要出2成力㗎，知唔知道啊？對於讀緊中二嘅浩軒嚟講，訓練過程雖然辛苦，但係日子有功。無論係導師定係佢媽媽，都睇到浩軒身心有明顯嘅轉變。你中唔中意有做呢啲訓練，令到自己可以行到路，自信心多啲？咁平時做呢個訓練啊，一個禮拜做幾多次㗎？5次。一個禮拜做5次，行路係咪會有力咗啊？係啊。會唔會自信心多咗啊？會。個人有冇開心咗啊？有。試驗計劃唔單止改變咗殘障學童嘅生活，同時亦都減輕咗家人以及照顧者嘅負擔。我見佢即係做完呢個骨骼同埋配合其他訓練啦，咁我見到佢都步行有啲信心多咗咯。因為佢可能之前都一定要人喺側邊至行到嘅，咁但係有陣時可能會自己即係會試下扶下嘢，自己行啊，都會有信心啊，咁都係好事嚟嘅。佢即係如果佢活動能力可以保持到咧，咁我照顧都會輕鬆啲咯。其實呢件嘢有冇係你把口講完之後，跟住改善咗？你第二時可以自己去洗手間噶咯喎，咁樣 OK？ 好啦，加油啦，加油啦，加油啦！你用咗嗰件掹起隻腳，係咪會跑得舒服啲啊？會啊嘛，係咪啊？好啦，咁你練多啲啦。秦校長睇住一班學生由坐變企，由企變行，感到鼓舞之餘，亦都期望佢哋能夠變得有自信，建立自主人生。我好相信其實唔同嘅輔助科技，除咗係令佢可以自己獨立生活之外，都係另一方面就係令到你自己覺得自己係有能力可以面對到呢個世界。我仲記得當年我哋去引入外骨骼之後，其實最開心嘅係家長咯，因為家長真係見到個自己嘅孩子由原本可能長時間都坐喺個輪椅度，咁突然間佢可以行到喎。雖然行得可能比較困難啦，或者比較論盡啦，咁但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期盼咯。因為佢哋知道可能今日仍然係好困難，但係他日咧可能有機會就係自己孩子真係有機會自己行到咯。咁你有冇留意到，可能一班學生喺做訓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嘅心情或者佢哋係點樣去看待呢件事咧？其實小孩子嚟嘅，咁啊。實會同你講話有陣時候都係嘅，始終外骨骼係一個機器啦，咁實會係有一啲位係未必係咁順暢嘅，咁佢可能又會俾一啲意見啦。咁其實好坦白講，呢啲意見就係正我哋不斷去研發一啲或者同開發商一齊去做一啲新啲嘅產品，咁就變咗咧係某程度上咧又再優化咗成個外骨骼咯。我哋下一步就係點樣可以更加去將呢樣嘢普及化。令到更多嘅人去受惠，因為始終好坦白講啦，呢啲嘢唔係一個好平嘅價錢咯。點樣能夠令到佢變成一件平民化或者普及化？其實我諗將會係香港要走嘅下一步咯。咁作為校長，見到學生有呢啲進步咧，個感受係點啊？我諗所有特殊學校嘅校長都係咁諗噶啦。能夠幫到學生佢由原本唔得變成得，或者得到做到多啲，其實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咯。傷健共融，我成日覺得係唔係單止一個口號咯，而係真係好能夠喺生活上見到佢哋能夠入翻落個社會度，哪怕係睇一場戲，哪怕係佢哋去一個主題樂園去玩，其實只要見到佢哋可以同普通人一齊去 enjoy， 去能夠一齊去玩，其實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我諗作為特殊教育工作者一個好好嘅一個鼓勵咯。